毋是咧讲世界观。这个无常，它袂讲你内心世界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确实，就是你对你自己内底当中用着你的自信，用着你良心本性来做忏悔，毋是我随讲讲，毋是安尼。但是讲讲尔，迄个当弄着你心中一块，即个心，所以叫做无常，无常，或者叫做无执常，无执常，无执常，无执常的忏悔，无执常的忏悔，这叫做按解释。所以另一这个无执常的忏悔，就是讲你对你家己，或者解释是讲你对你家己无保留，无保留，你真正你能够血淋淋的清清楚楚的、清清楚楚的，你用着这个无常忏悔，搞到你三世人，真正嘞，咱而且讲啦我去泰国，我去去画画，我昨年到去，我头前我一个小庭院，迄草好看嘞，草白白，咱再来第二个，规个那个空起来，我看空气都空，你今天谁人你经理，经理了，画花呢，大只人，这大只大只，真正互你看着会惊，规个那时候，或者个规个那时候一个方圆，因为咱即嘛就是讲快讲这个物件，即嘛就诱叫咱的内心世界，咱的内心世界这叫做无明草，这叫无明草，无明无明草。所以讲心不种无明草，刚刚修行地这个无明草，就是叫无明草，无明的杂草，叫做无明的杂草，无明的杂草。咱就是实心，就叫这无明的杂草来搞起。你也不一样，我是做点代志，小首先，修台、放会、勇敢、善行，咱人生一个无明业的了，做成了，我就修行的属性。迄有经咧讲，伊家己做出了，咱就，但是做做咱行为，伊嘛不是讲讲，你看怎啊？咱对个，一个草，一个草物件啊，草物件好，你个草物件，我咱对个，现在办，我咱这个办，对嘛？你会，你做啊，你做你我这，讲到这是，叫咧使后边啊。但是当中呢，去到迄个中央的市场，所以拄着个草物件听讲迄个饭来进前礼拜去甲买草物件，甲买草物件吼，伊是别人去甲传的，迄个草物件讲，买了迄个草物件吼，都歹食，不都歹食，这种买草物件。但你从啦，你讲唔对，我是安怎？即个买你知啦。去的当中的讲，你吼，你甲我的草物件都歹食，咱对马算。我才有，我哪会去？可能甲抽一，这啥？抽一个安尼对啦，我总去搞，少嘞。天空是比较熟悉，可能熟的上来，把它混了了后，它出来，记得，熟的最好，这个代志，它是有什么意思？当然，来会啊，艺术会笑，你也知道第二个问题当中，伊咧开始啦，咧工作对嘛？一0八年。但是我这边讲的是讲，因为咱人拢是这个无明，这个无明病，现在这个无明病呢，这个无明病的内心世界
个所种的物件，迄个物件，就是讲迄无论呀。啊，所以这是修行道，或者叫做这个办法啊，这个操练，伊若其中一个学道来修道，你个环境会出这个问题。哦，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我要去来进行啦。好，咱有一件代志来讲，一个查某囝20岁，因老母自细汉听这方面听到是那家庭的为主啊。好，但是当中呢，伊这个查某囝20岁去交着一个朋友，但是因老母无同意。我当然当中，伊这个从伊个经验换分，这因老母叫伊个男朋友要承担在台死老母，这是不要。但是在做这个工作，在做这个工作，伊迄是一时的情咯，懂无？是我对这个男朋友我遮爱，伊老母较好，因为伊无理性，而伊这个哪较实际点啊，伊无理性，已经污名去啊。所以污名了复杂内底当中，伊无管理300年，反正伊就要做好安尼。去做这社会代志，哦，做这社会代志，拢总出问题，答应就会，出问题答应就会，咱台湾啊吼，咱台湾现在的法律要发新问题，出手了。你叫我大家，你若去开始啊，像这种叫别人流去开始对啦，这种叫做死。无咱在你3次讲死的，这是事实。开始啊，你会觉得甚至呢，你袂到，袂是要到的，流掉去风险的，消费用的我管你3公斤讲起来都死的，因为我大家会听到，是这样大，但是因为足济拢去看死刑啊，伊当开始啊，还是会，还是超过，然后像。因为你代志发生咧参会，啊，也未发生咧参会，有些无现象。我唔知，但是发生咧参会迄个事件，无路用啦，就像然后呢，飞车赛会，啊，当然飞车已经无效啦，因为这发生啊，医院都无效。但你今日来当无偿参会，就是讲，我今日有法度为了我一个心，我面对着警了后。面对着警了后，我就生气；面对着足济逆境的时阵，我安慰了。你应该是真个受得了苦的。你嘛当你真正要承受，你无上正经这个问题。但是足济人，只个心，为了烦啊，烦啊，烦恼啦，痛苦啦，疾病啦，死鬼啦。拢是一个心的生的，我想能够，咱这个生活走路，咱这个生你甲想想，你对你一生，你甲想一遍，你对你一生的过程，你甲想一遍，或者你对你想一遍，你思考你一世人你甲想一遍，咱一世人我问，咱了解什么？咱做生或者对面，咱做生。咱大一烦恼，进内底，进世界地上，好一个就是一个哦，爱情，爱情，先爱分，因为伊的心就是烦恼。世界的上济物件就是物件，哦，咱下一个来讲，忧郁、躁郁，这拢是进世界上，忧郁、躁郁拢是世界进的上济。但是你忧郁，甲躁郁伫对来，拢对你的心当医生，当医生处理这个环境内底当中，你慢慢无法控制你的心了，你自身了忧郁甲躁郁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我哋清灯，云灯，哦，我是来讲迄个人性，真正他们打给打花除了很多事，会引到躁郁。一天一直在讲的，阿弥啊，当用别可能，因为当中别个
时阵，我去请这边，我受人家的书，我去，其实那2、3年的事情，发生的一个，你一定来救你现在那个新娘太太，你一定来讲，我想，以这个你的话有点小，你变得很好，你一定要如何？我本来是不要，我在做的，我有时给伊个人处理对，所以大家看到伊大家甲伊当做一些新的出现里头，形式的表现，西方养的中，因为太太，因为习惯了，所以定性是如何是我讲，但是有了你会想过一下，你看你上面那个唱会上面那个。好，上经典的内容，作成书内容，我即个已经为这个有这当这规划的20公斤的，20公斤咯，已经无算到就要翘起哦，20公斤、12公斤哦，过来过来调，差不多。所以呢，就是呐，无精力的支出，无精力的移除，一直拿面对着无人法度。基本上法度，不过年嘛，不过就万分嘛，万分就这条嘛，这条分袂去嘛，如果等疫情了后忧郁嘛，是有各位遭遇出赛。这个物件当中，以这个世界的生存不穷，这个世界以这个社会的发展，所以呢，今天修学的这个每样都对内心世界的播出着咱家己。专业成绩的这杂草，然后杂草春风吹又生，杂草都草对，都草无如根啊。春风吹来，春天来，吹来什么？对杂草，我讲，我为了地方杂草，新办的，一定不会名的内天经济。当然就是一定咧，伊要叫咧。无上创造就是你独立内心世界，独立内心世界这经济，唔是咧花点来咧炒。你修道啦，我爱音乐啦，我爱创啦，我爱精进啦，这种目标啥物？听没有？但是咧，请问啦咱真正有伫修学个内底当中，对咱内心世界这条心要有感悟。对别人，咱要对内心世界的有效，千错万错拢别人的错，唔对讲别人，信任拢我消灭别人。咱无钻研对内心世界较低的部分，所以咱就遇到问题，拢什么人？所以空性就来讲，吸气方面，已经吸气方面天啊为人有气无因他有防障，这是空性力来下。吸气方面，吸就是要求家己，对内心世界家己要求，方面有内容了。我爱人人，人人才能够爱；我敬人人，人人才能敬。咱都没有方向啊，尊敬我当然尊敬嘛。不是，空性里面才感觉，应该讲我爱什么爱别人，别人爱我；我去敬别人，别人敬我。那么爱人不侵犯别人。你一定不办法理解，这是当然信仰的时候。虽然今日伫修学的这当中，因为你领受这句话听讲咧，用着你静定静修，用着你平静心这个物件，对你内心世界去甲保迄个无上忏悔，无上的无执着，就是完全就是100%，你完全对你自己无保留的。这个忏悔，但我拢变3世罪，什么叫3世罪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3世。所以3世所作诸恶业，3世那个心里所作诸恶业，拢自来自无明贪嗔痴，这是都是关系。但是过去世所做的恶业，就是拢来自无明的无明
三项物件，你上学内底当中，这三种是上歹去解决。什么人有他？什么人有钱？钱无？什么人无钱？所以咱就是比较着讲，一直咧发展，一直这个呢，最个内心的三样，内心的三只毛，汗毛、青毛、甲翅毛，内心的三只毛。但是咱要除掉内心的三只毛，咱来想看下，就是。已经要进入，你进入了苏格兰、阿那汉、进入了苏格兰研究当中，内心的贪嗔痴这两个了，对不起，你我老弟，但是不了解内心的贪嗔痴这三项关系，因为你从这三者上来讲，因为是福教内底当中，那三德言，这不是我靠你先不义，这嘛不讲东西。但是因为内心的贪嗔痴这如何处理啊？你个看下，登记性、登记性，你去内底，你去核实点的作品内底，花一解释，你只电脑内底当中，你里面应用电脑内底当中有三只作品内底，你只要你应题内底呀，解释，你的资料内底一定解释，到尾你才应题解出来，是不呢？这是有功。所以这个风电脑人讲，但是一定今日咱来知，伫咱内心世界不是当中，这三只毛，这贪嗔痴，就是因为你系真正拥有无上忏悔，而无上忏悔内底当中，任何想不出的这个思想的忏悔，这个事情的忏悔，是上。这个信就是讲无义的意思，无私。你袂使有义气，信就是讲完全就是对家己无义气，毋是表象的物件。安尼当中呢，令三业清净。安尼当中三业当中清，这个三业，哦，信。靠义，这个三业，心业、口业、甲意业，三业。这三业心，哦，什么呀？心就是哪？色、和、淫。我靠呢？我靠，用心。我靠用心，风言、义，义呢？啊，心、七，这三项，总这是福业，这三，这四，哦，他们七，当中是福业。12页，是福业，是福业上班当时间里面上班，你意业内底上班，你内底贪嗔痴这上班，所以三业清净，三业清净，就必须嘛，三恶业就必须三清业，所以不离因福业内底当中，咱内底不是啊，不是我们必须。在校上一起工作，不等于有变迁能发展，内心不是是有一起保护校园的理性，无一下要做的地方，但是一起把系统负责者，是这个负责者，你进攻就得一分的来练，分来练什么？那么公牛呢？实际呢，到社区。压能力、去能力，去化验的内心不是是有一些方面效率来讲，其实我以前都做的，只有我们只关是一些，现在工作的不对为
起就了，大家拢接好啊。第二品，是无题，叫做先天缺陷，先天就是讲属无题。所以呢，我早讲空心先天先天，属无题，分做咱中国有三意思，就是讲空心先天先天。其中呢，伊一个先天去体会，就是用属无题的名，所以因无变的理论叫做先天缺陷。啊，先天缺陷咱来知，我这就是属无题的缺陷。结果呢，属无题在大种种即种做起，就是阮大家坐车即种做起，偏袒有关有情的题，因为就是讲，这项规个合种种因为伊方言，就是属无题请问。如来显当然诸菩萨，如来显无相诸菩萨，这个不先显无量，显无量，显无相，三不属，显无相。伊是这个显无量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这个叫做哪？意业。甲心，甲这叫做口，先互相讲口。这个无量就是讲意甲心，这口，这叫做三业，意口意，这个意心口，这个叫三业清净，三业清净，三业清净。现在叫三业清净。伊甲你讲，如来显当人诸菩萨，显无量，伊用着意业，甲用着心业，显互相诸菩萨，伊用着口业，叫做三业清净。你何是啊？何是即定？心中包括咱即定。所以伊要有三性业，你何是即定？第一个问题，咱调伊叫做心感、性变感。所以伊笑一声，伊的精神，结果笑一声，有你的后，去倒来，伊意念清净，伊心念清净，伊心是道，伊尊重者，伊内心世界，伊无起一个妄念，无起一个妄心，伊就这种。所以佛陀来底当中呢，显化诸菩萨，就是用心业。甲意业清净来到好事即点啊，先互相诸菩萨，伊就是用口业，先口业来互相即点啊，安尼叫做用三业清净。所以咱今日个当中呢，是按照咱个三业，念啲三业清净，咱三业是咱未清净，因为三业啊，发出来叫做十方界名内底，十方界名内底咱有身、耳、意、心、口，不靠有些不明意。小富他亲戚一样，但是因为佛陀用着伊的意业清净、心业清净、口业清净，而咧带这个精能包括人，伊无讲忘误的，什么人看到？苏无地看到，苏无地看到，因为苏无地是解决地啦，伊佛陀出入往返当中无忘误的，拢无一样，苏无地。那苏无地个讲。如来显无量诸法好嘛，是好咯，显无相诸菩萨。后尾那个如来在那讲啊，说的如你所说，如来显无量诸菩萨，如来显无相诸菩萨。金刚经后我当然讲，我唔对，说的你讲的对，如果释迦如来，你用着以心靠要扶持你这个人。三业清净咧扶持你一个清的到个人，你唔要所以呢，如你所说，如来效果，如来显无相，所以你来当中，信任显为，因为一到你行当中啊，拢实现着道理的啦，的思想意义在内，所以认定三业清净，咱的三业清净。就是咱的心总要太极和十年以内，所以咱合作来讲，你
上出轨，你的内心才会当三业会当清净，三业清净就释放业，你当有矛盾。你要超脱六道轮回，你若无真正三业释放业断掉，你基本上必得到阿罗汉的殊胜法才能得到。咱大家好，你识到阿罗汉的初果内底当中，一定要断掉这个贪嗔痴。但我都入油，伊入油是入圣灵之油哦，伊不入什物件，不入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伊不入这物件，伊这物件断掉了。那你色、声、味、触已经断掉了，内心世界了，世间就清净。所以到咱入圣灵之油哦，迄个初果哦，是多啊。当前呢，所以这当中，咱可以实行来行道。咱今日毋是两个对白，咱换一个解释，咱毋是咧做信徒，咱毋是咧做，即个做咱毋是咧做信用，咱就是要做我的弟子。咱这信用就是我来信，人讲安尼我就安尼，我相信。信徒我就含人来行，我的道理我就含人来行，啊，毋是我这老师安尼行。但是你家己无去证道，你嘛家己无去学道，你嘛家己无去修道，你是来讲好一对人来？结婚艺术当中，就是要对你内心世界，你真正甲行，哎，你甲看入去，你真正有迄摆，你通悟出来，真正是类似的，无简单，无好修，真正无好修，因为累劫所带来这诸恶业物件，真正若无用心计较，嘛看出来。后几日当中，咱讲上完课以后，心里面叫完，反正是咧想到尾啊，你内心，咱的修行对一个所在，修行敢是两个对白，修行敢是来这里信用，毋是这道理。伊的修行就是讲，因为咧你佛这点的真烦互咱了后，互咱对内心世界开始改变。真正要大关心，要大改变，大关心大改变，对阮对众生的改变无什么，对互你这个恶业你变成你善业，这是真正无好做工，但是你无做，这利息，所以讲每时啊，这部呢，就是因为咱立作为营啊，就是咱这个地主啊，讲恁水台底啊。你国随我，我一时得啊，就是讲你随我两遍啊吼，所以一时得是讲我这段语言啊，你因随我两遍，地主顶，地主顶的，咱一定地主，我早头讲，咱今日是要做不地主，咱是要做不的信徒，咱是要这两个这是信用。咱是咧做不变地主，地主点将经验、经验、经验、念念不变无灭了，将前有所恶业点做，世界忏悔文一时消灭。这是错的，这是错爱讲法了。伊讲从经验、经验、经验，叫做过去、现在、甲未来，叫做经验、经验、经验，迄个念念不变无灭了。有的夫妻袂叫做灭歹，咱夫妻甲灭歹，甲你理解。夫妻甲灭歹，这个夫妻道理听袂了，好代志叫你行你唔行，歹代志叫你拢走，要叫你听道理，咱无爱听。要去看到迄个，像迄个较早迄个，咱即个新北市的迄个较早，迄个大水上乐园，去电人当去安尼，大家跳安尼，安尼讲嘛是去啊，拍铁，做啥？做咧什么啦个？但是当中大家小解时阵，先4、5摆个，就换回啊，回死去啊！这代志咱知影啦吼。附加当中的大家真正规个社会，台湾政府啊，赢了过来，无当兵的当中的你看，
因咧大家拢在听道理，你若乖乖去做好你家己的代志，你看有影。所以你咱人就是一种无够智慧，无够智慧就对了，就随着咱个意盲、引众盲啊，相见火坑。这个物件就是讲，那么随着时尚，什么叫做时尚？哦，这个什么 party 啦，这个冲闹的啦，这个闹的啦，想要做这个因素啦，啊，对来当官的，我话咧，听讲那像讲阿曼讲，听讲那皮笑安尼对。你讲我这到网在咧古那咧网友我网所以今日咱人就是啊，真正无地位，因为去武的，啊武的当中咧，好。自信可以总结啊，不以为这两个人遭遇，所以自信了，真正是不一样。所以两点，但是两点不被无为了，因为两点不被无为就是啥？做简单的，你要地位，你要地位，要地位，用到来这当中呢，对啦，地位。气量要起来，无为的这个武器嘛，啊，谁的武器？武器就是无名嘛，武器就是无地位嘛，那叫武器。因为咱电分提出来的电分，因为道理教育是到，不管是这个公德力，不管是公平点，不管是这个，不管是这个性，这个正能量，就是以前叫做末法时期。你末法时期仍然真正人讲啦，讲你这个斗争时期，斗争时期的，因为仍然啊，因为没有智慧，那道歉，你道歉的人在当中就不一定所以你讲讲两边不明无明了，啊你好，我好无明了，当然中间所有的恶业无明因罪。恶业无明因罪，世界忏悔文一时想落去，因为恶业无明因罪，你那个信，你那个忏悔，你会记得金刚经，你就有问题。说我的问这个问题，说真有右写的就写如你阿妙等三到三宝这些温的念头不好，这个就是问，说我的问这个问题。会给大家讲，伊讲苏博地，哦，迄个你听我意思，你大家注意听，用心听我跟你讲，用右贤人助贤如理，发阿妙的三到三宝的心，应无是诸，应无是下的心。后边我现在讲，应无是，应无是这个部位，应无是诸，以这个如是来讲。当然，这个如是来讲，咱来讲，这个讲实相，实相不可能，实相般若，咱来讲实相般若，观照般若，观想，看见，这个呢，这个有文殊般若，这个如是以前讲三法界。这个三法界，这个讲这两个叫做，这个讲叫做喜，这个或者喜的性别的得一种的理念，这两个开始叫做如是，应如是的说，这个如，这个讲什么物件？这个如啊，叫做叫做属相。所以实上法界的观念，法界这个叫做属相，因为这个法界的叫做地位嘛，这个叫做地位嘛，般若。观照法界，这个观照叫做起地位嘛，实相的你自性有所流露出来这个地位嘛，就是咱们这个义工点所设计啊写出这个讲嘛，这叫做法界嘛。那其实实相甲观照这是一体物件嘛，所以咱叫做身份一如嘛，无不改变嘛。啊，所以你应如是诸，应如是好，其实这个道理叫做。你今日去变安慰你这个梦想心，要安慰你自身，一定就是你的清净心要出来，清净心要出来。这个叫做清净心，这个如，这个是上甲观照，这个
你心定心无出来，你才安住会行。你怎么安住？啊，若心定心出来，心定心出来，咁就安住。就咱好想做义务。啊，义工顶啊倒条啊，感觉有活。义工顶对义工顶无倒条到活，就是咱地位无起，唔够无名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后壁有话就讲，应如是主，应如是行其心。或者来讲，你个用如是，用这个三法界，伊实这三法界是无做三法界，因为这个讲一个，做伙讲用着一个清净无染，这叫无染的心，用着一个清净无染的心去安住迄个梦想心，去安住迄个梦心，去降伏迄个梦心，这是有这。那这句话呢，后边讲，念念不灭回念。中间所有恶业无明因罪，该是一时消灭，原一时消灭结果。伊是叫你忏悔，伊是你的处理。就是讲，今仔日，咱迄个忏悔内底当中，你如果有一个忏悔技巧，有一个忏悔技巧，你有一个忏悔技巧。一个就是忏悔能力，所以呢，你这个忏悔是一个民事，一个民事啦，这是忏悔是民事。你袂使个正面点忏悔之前，或者解释就讲，你要安怎，互你内心世界需要一个无受到这物件的力量，感奉献在你的里面。所以伊要叫你忏悔，原是一时消灭，结果伊就是讲。你有恶业有无明顶罪，你就是要地位嘛？你地位就是要起嘛？你地位有起，了你到是无为，到是恶业。咱今仔地位高，也要清善，目屎要去钓鱼当中目屎啊，我仔要清善。说最不好做的是要枪毙的前一天的晚上，因为我一个时间是爱的。规暝日啊，等死呢，等晚仔十要来清杀，迄种痛苦，规暝拢伫咧后悔，规暝拢伫咧痛苦，规暝拢伫咧烦恼，规暝拢伫咧恐怖，规暝拢伫咧袂负责，是啥物件？因为伊咧记载，伊就是无明嘛，伊今仔做这代志嘛，咱知影，一鸟鼠啊，咱有一鸟鼠啊，钓100巴对不对？一鸟鼠嘛，说哦，100巴好啊。因无明无，伊看到迄块，伊看到迄块花了，伊就袂去啊，伊就不会去啊，伊就唔知影。伊嘛想我家己食着，我从啥物装出来？我在讲家己是控制什么观念，但是迄个观念的时阵，会惊袂？伊也装袂出来，装袂出来啊！你甲我讲啥？含迄块钓鱼啊，迄块肉唔食，迄块鱼唔食。真正咱我看着，无惊到饱，我在起来睡眠就无够，再食一个钱。所以现在迄4元要传去清洗当中，要食卤卵啦，要食一碗迄个卤肉饭啦，要哪会啦？大体拢无食啦，其他食我要好，干呐，要好啊，无做腰背哦，要食饱好惊到了，迄个拢唔好食，根本唔好食。迄万迄块烧酒啊，3年5百万尔，啊，就看食份2份安尼，别说2后5百万，啊，其他包水箱3万尔，咁是安尼，所以伊今仔日咱才知影，因为咱会做遮济有诶代志，会遮济无地位诶代志，会做遮济业诶代志，就是咱真正诶地位。所以咱在无地位当中，咱原心该忏悔，原消一切，意外还落起来，唔係即係無名嘅精神都入嘅。啊，懷疑心，懷疑心。谢谢。那轮流比千遍，轮流万遍，那你讲，人没完没了，真正诶。所以当初来讲，咱来知影，唔好讲入嘅，迄無名草，離內心世界上面嘢好入嘅，即係你講係嘅說，經過。下次境將經驗，經驗一磨練，念念不變，要講
从前所谓恶业要求变做世界忏悔，还一时消一忘记，这是咧讲讲什么呀？这个给出点，可能是这个这个伊给讲信无点，咱们讲信实点，伊讲是伊讲信无点，伊再来讲。咱伊当作为一个时阵，伊就讲点子，上帝一点，咱一般点子，就是这样。将今天结果了，我们想到，现在公司的大型的经济理想，今天结果了，点谁了，也别说了哦，所以我一时消灭了哦，咱就是安尼嘛，就是因为咱种菜是物件，种菜是50到10年嘛，咱的老囡啊种10到10年，因为咱老囡的生活复杂，所以咱就讲袂过嘛，所以调农业，迄个调就是放肆，调就是放肆意思。咱今日做的是放肆，这个讲的傲慢，这个调啊，这个调就是讲放肆的意思这个调就是放肆的意思。咱人想要要放肆、傲慢、刁蛮、强慢，看到无起，无尊重人，这想这就问题。因为咱看无起呢，咱无叫负责呢，咱袂尊重人呢，真正呢，想啊，因为我比他比大，我比他有。迄个上仙用最厉害，不仅注重你伊所无救你的咧，迄个上仙呢，往下流呢，你不上加呢，咱变数咧冲咧，大家拢水咧冲咧，咱咧洗身躯，洗身躯臭湿外面水咧难洗咧，咱咧洗乌骹上加人咧做身体水咧难洗咧，伊拢医生方面咧，咱个想看法，咱个这个心态。所以这个心态就是这个调，咱学会了放肆，瞧不起别人啊，这个瞧不起是放肆，瞧不起别人啊，看不起，我就会去用在表示。但是我看到这个家庭啊，这个猪啊，新猪，伊个阿公，我知影是两个，伊安在，伊那个。因阿个小弟，我是小弟，我是小弟啊。因阿吼，伊生3个囝，2个初囝，个后生啊，拢离婚啊，我是条个。伊含因后60岁都好，阮阿迄个手术，我要知影。伊3个囝我看，我来做啥？因那个地方吼，近年伫迄个手叶用迄个美林大叶用起以前的主钱，伊讲因真正主钱300几个亿，美林大叶的物件啊，伫迄个主钱内底，你听无？就是讲我美阮大叶啊，伊的外摆对外摆，互我身边的300几个人，这分明人知影。真正我听，近年社会有这种人哦，伊的身躯跟美颜大家哦，毋是每一个哦，每几若变到科技主持，迄把伊真正给我看，伊真正用伊的主持我看，我还没因迄即间的美迄伊有条咧听不少，我听不少，但是没到尾，没到尾。切给出，无可能。咱嘛讲遐做些代志，你讲袂甲会死，等于分头把我弄起来，放去主持内底，有可能无？有桥板无？有桥床无？
真正诶，往迄个时阵，有一个叫阿信阿胜，咱一个分道，伊讲伊翁哦，伊翁差不多几死，但是这个人是足友好，伊讲哦，有一个行对哦，讲伊迄个媳妇哦，伊大家团结啊，那媳妇来，翁要要是团结。你这老的他们就不要对，哦，你心不对了，大家因为吼，等那时阵啊，可能你讲花跟他讲，或者个是，你讲做管亲啊，伊那也讲我听，你若饲无来卖你，伊讲恁老母来卖互我饲就对了，伊毋饲，无恁老母来卖互我饲啊，我听一个人非常感动。伊透早3点半、5点半去采钱，人家采做出那个钱哦。你今日无友好着你的大家看，换你的你的老伙来给我钱，给我钱啊！咱听者，真感动。社会有良知嘛？是以前我是这么不好，以前我是这么的友好，但是以前的友好些，我看见今日事情。以前不好些，3天离婚，进来，无安无好，哦，伊些方面安去处理袂落去，即回来台湾，所以我一直咧观察这，哦，其实就是咱人就是小这种妖魔、巧慢、懂、巧狂、俩懂。因讲就是咱，迄个讲或者计算迄个小人晓听啊，迄就是影响上面那个发狂嘛，发狂嘛。啊，现在发狂，因为伊今日就是对上个瞧不起人家，你家己内心世界咧发狂，你起笑家己唔知啦，讲起笑就歹听啦。咱家己咧讲，咱家己起笑家己。迄个小人，伊是不怕你。大家时间恁哪方面起笑？伊家己咧起笑，看别人咧起笑对了。因为伊都看无着王，伊都惊我足正常的，伊家己唔知伊个世界，伊惊看着别人讲无笑啥名，伊当不发着伊今日伊家己。咱今日是安怎哩？咱今日伫做人会接济问题，就是咱都无发觉着咱家己，咱到底是真正咱往哪里走？咱家己咧起是真实。咱是起什么点？咱是做对较做唔对，咱家己都无清楚。因为聊就是讲瞧不起人家嘛，更看别人有，更看别人不对嘛。所以来讲，地主应将阴亮结合了，念念不必要妄念。我从今开始啊，我袂使讲有巧慢，我袂使瞧不起人家，我袂使跟做这两个，我袂使跟做这。念念心地忏悔，愿一时消灭永无期。马上就来消灭啦！我一万无法度去，就是人做鬼，内心世界的需要。来个两点，地主顶，地主顶，将金念去破了，将钱念金念急破了，念念不必执道念。将前所有恶业执道顶罪，将前所有恶业执道顶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休起，显地色，以上是为无上忏悔。将心念急迫念不必执道念，所以执道，所以你执道，执道话就叫做大定，靠别人，你执道别人，靠别人的念，大定无念，你执道别人，
所以因为拢无活伫咱个世界，所以集就是换一个叫做集业。集业伊家己个世界，因为伊要看着咱个世界，换一个解释，伊管伊家己一个鸟笼，伊管伊家己个鸟笼，你看着外口即个物件，因为伊搁在跳，世界我这想象，讲者较明显讲，无情你的清光，过进来是阿好，因为伊过进来，伊看着哦，我这头日天就安尼尔。伊毋通去去咧天遐看，即道人就是咱，因为已经活离咱个世界，活离咱世界，拢无活离别人个世界，无活离别人世界。即个集就是咱，换一个小心眼，伊个空间无大，伊即款个人啦吼，即款个人，因为伊无朋友，伊个朋友介高个，伊个朋友好。在想办法，所以因即款人在想讲，即款人，即个人就是耳前假，激动，可能笑人情，笑人情，可能，即款的物件，咱要怎把咱的内心世界，原恶业种恶业激动，应做该识来忏悔，当然咱这个人咱一定要把咱和解开发出来。所以咱讲的是不，现在就为这世人在吵。这样我明白那意思，我明白为什么明白？为什么？你说较早人话咧讲，趁钱有时候，存钱那是使有效。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你趁钱来对袂起，你趁钱来对袂起，因为你无量，你没有量，你无量，你无格局，笑人无半人品，半人你了讲半人无笑人品，就是因为你无格局，你无量，这个叫做哪？是道理。所以即道人，伊在活来世间的和谐，所以伊讲要活来生，所以咱说你的格局多大，你的成就就有多大。咱中大家实践里讲是不是？伊讲能量越高，福报就越大，福报越大，能量就越高。虽然能量它就是这个用高的这个能量，但是能量有这个，但是后果有多无？无报，这个后果有多无？我想到的，咱话是他汤，咱话是杯，咱话是他汤啦，咱话是杯啦。咱一他汤就出来信咯，咱一杯去信咯。嘛在是讲咱今日当中一杯信就安尼。有你心里无好会啊？为什么我对袂牢？安尼尔，虽然像一杯咱讲，只谈基无遐大，太有偏。你会怨咱你家己无好无，你嘛怨天无公平。伊安怎讲？咱这开发袂出来，这边开发袂出来。咱的了解，咱的道理无大，但是拄着了后，咱半天，但是你无该想到底你是啥物心理，你是啥物世界，你的福报是偌大，咱拢无。我台面主要就是，讲天顶落来礼物吗？天顶落来礼物吗？所以今日来讲，今世因对即世果，即世因就是后世果。咱是了善报，故意恶报，因此因果非是善恶，非是因果无报，毋是这个道理，一定是有报。咱说真老板应该讲一句：小事不小心，大事有原因。话说，有原因，小事是无小心，一定有原因。这回
这真是人的观念，无你无安尼呢，是阮大家会是一个开机的，我就是有关系啊。较着到这物件，较我讲，你咧面对着你家己做这问题，大错问题、不利的问题，就是甲你精神有关的嘛。对不对？啊，无事你来起个因，无事你来结个果，你的山也是，你山也是生的山嘛，啊，种的上个边甲你生边的山的，伊嘛甲你生，生的互你呢，你边的山甲种的，伊嘛生边的互你呢，伊就甲你甲你生，生的甲你生边的呢，你个基因呢，你个因果呢，所以无人要修都要修假的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所以你多少年的能量，多少年多少，所以我让世界的人，现在那边有钱，那边世界的钱，不知道现在在走，啊，怎样？因为他们是这种，所以这个简易我一时想咧，我一时想进皇帝，这不一定。我这制度，我从此开始要开拓一个真正有力、有北动。袂去批评人，无爱去人点点滴滴，我要开拓我家己认为我一个世界。啊，安尼当然你要怀疑者，你逐日来7点半，逐日来批评他，逐日来讲我爸，啊你逐日来讲我，咱爸袂讲我，你袂讲我，敢是安尼？那是不是你个接我你家己？啊，你别人想要来出卖你家己，啊，毋是你做我咩？你家己要地位，所以第一，咱来知影。这3点就是叫做无常参会，迄个无常咱就听落去，迄个无常叫做实相的参会，袂使家己有做家己的保留，本能悟出来，这个是参会吼。和平常，我来介绍，温和明常，温和明常，温和明慧，温和明慧，参加。参其前天，将前所有恶业，将前所有恶业、污蔑、骄狂、嫉妒、定罪，悉皆尽忏，应不留弃，是名为忏。会者，会其后果，从今以后。所有恶业、污蔑、骄狂、嫉妒、定罪，今义觉悟，悉皆应断，应不留弃，是名为慧。我清忏悔。参加参与今天，咱道心将来，咱知影，咱若讲着我今世人，我这世人我做啥物唔对，我今世人我做啥物无对，我这世人太遮贪骗，我就会正好不对。一个迄个啊，这什么属鸡来生鸟的，伊叫做是，伊即摆是真发生，操经理当中去呀，按着伊个呀，按按，大概甲伊个主管做大概看，啊伊即个可能无人死亡，安尼，啊伊个学赛，那进行，伊个证，伊两个囝。
这位太太，伊就是，伊嘛，就是我来讲到真正来，我真世人吼，哦，一世人无做啥唔对的，我一世人啊，我一世人来到世间，太也伊拢也袂顺啦，也痛苦安尼啊。我甲讲哦，你若知影你真世人这问题啦，吼，方便，一世人既然你若做啥唔对，因不是真世人，所以咱才讲，而且讲出来，吼，千比千偏，坚就是贵的，咱要袂出事一劫，那是什么样？好，那是什么样？我信不过，我信不过，我请问，在一什么样的出事？在靠什么样的出事？天赋什么样的出事？这个就是个努力的和有所和这样什么样的出事？好，三千多什么样的出事？射线点什么样的出事？当然，这是按照一个按照一个你作为能量高对的所在。比如说，我想说，你若是把核线的能量变成你有多少核线的能量变成这多少？这是按照伊的这个能量流量去解决的不了。这上公平啊！这是给希望，就是说你考试出来，啊，你考试出来，你考几分？啊，就有录取啊！啊，若录取着姓名，就是数字题，啊，数字题都来到4种啊。一种叫100分，一种叫90分，一种80分，一种70分啊。啊，70分就是6万啊。哦，啊60分呢？啊，都毋是60分呢，60分以下就是对哪？对天神啊，哦，对人啊，对阿修罗，为了这是对啦，对啦。啊，这60分的上下咩啊？啊，三百多就是哪？300多就是对30分、20分、10分啊，这个做爱哦，需要靠地的这种力功点上。所以引荐的是哪？见的是你触点啊，哇，这个是你人生所修的力量，哦，你修的力量到底是所以呢，对于世界的体验的，这是，所以呢来讲，相比前天将前所谓恶业，咱过去的恶业，咱是恶业，就是污蔑、雕狂、嫉妒、定罪，这个恶业，恶污蔑、无欺、欺瞒，咱做作这个代志，哦，就是无欺欺瞒，心做恶业啦。来自无为安静期嘛，啊，这是当是过去无为所做的。哦，雕工就是瞧不起人家，瞧仿，雕工放肆，家己对，哦，家己面家己一个性命嘛，拢是消灭的。哦，啊，家己讲就是那两个狂人，哦，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，哦，都可以，不惊天，不惊地。无惊一切啊，后面行啦，后面来你各量哦，哦，所以你我想讲，这我对尽量我咧惊什么人，拢欺负谁啊？拢咧欺负，但是呢，警察你也袂当恁来管，你还到上过去，你还到卡卡来修理，以前去到叫做大量，有到卡到处理掉。咱台湾这诈骗集团有这无？告诫，因为即摆人讲真若要这诈骗集团就是安溪啦，在安溪，安溪讲像我着半安溪人去咧做诈骗集团，啊去对，啊去干高者啦，啊去路边啦，啊去咧创啊，讲电脑诈骗，电脑赌博啦，啊讲去当中呢，一个就是8000块油条呢，8000，因真中国大陆吼。一个月一人赚3000块，赚3000块、4000块就几多过来。伊讲去就先8000块互你啊，啊8000块互你了后，看你的业绩会继续互你啊。伊讲若去规个，咱就当买一栋厝啦。咱咧坐就先在咧笑，因一个心情，甲讲少年你这物件吼较无钱，啊你无钱厝，你起啊落就是厝啊，啊你的时阵你做囝。高中3年尾读，恁两个时阵啊，恁囝带入去，爱如连囝带入去，安尼对。伊讲伊什么人去吼，即摆欠偌济啊，啊见到都偌济钱，敢能讲起来，拢做诈骗集团，因才来讲偌
人，互人倾家荡产、跳楼自杀，妻离子散，骗迄个钱，伊个好可怕。伊讲因遐一个吼，讲去存一亿2000几万啊，伫迄个人民币，1亿2000几万人民币偌济，你知影？都无人听得在骗，迄种骗的，拢是诈骗集团，拢是外国诈骗集团，拢有会来，对。即马叫伊个公安了，公安了信了，你对伊拢唔知影，加3000万的人民币去报，无当找。可是物件迄个钱拢总做个政府收的，叫做收。我无。你去做物件，捡落来，咱台湾诈骗集团，那了解我大了去，爱去叫我，因个老爸，因个老母，你这个台湾人现在大了去，伊就推就掉。甚至咧，台湾小总理对这诈骗集团食足好诶，我2年就甲爆出来，伊个叫我大了来，咱嘛你先不要讲。规碟，搁互你嚼，半吃半分。一块人就爱你甲修理，我较残忍啦吼。但是无安尼讲啊，乱世使重点，乱世使重点，今日社会就是即个物件，所以咱应该要有精神，惊夫妻听着讲半天，咱就甲走，要甲行，毋通遐骄傲，咱毋通遐嫉妒。心应该放较大咧，咱有这个顶罪世界忏悔，世界真惨，根本有去死啊惨。那安尼当中咧，迄种因拢因为要生气，互迄个土壤的内底当中无啥物件，无污蔑，无骄傲，无嫉妒，无这物件经济里内底拢乌起，安尼叫做世界真惨，永远毋通好赢出来，为啥？我了过，咱知影，过去已经在惨成，后壁可能继续了，所以惨到咱讲，惨2000年过掉，过就是精神的意思。就是你毋通过去的认真真严，你毋通去污染的。过去后将今以后所有的恶业、污蔑、骄傲、这个顶者，今以甲无，世界永远后面就讲讲啦吼。会讲，会去后边，我袂使去相对犯着这物件，相对袂使犯着这物件，会讲，从今以后所有的恶业，这个恶业啦，污蔑、骄傲，顶做这个恶业，这个今以甲无，咱给你学清气啊，吼，学清气，因为就长啊，因为就长啊。并不好记，并不容易，记唔能够写出来，来做精神，别有叫做会，后面叫做忏悔。那安尼呢，大进程是忏悔事情，一些人吼，咱做这个原因，咱做这个原因，拢是咱过去做业来。好，你讲有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我能够，开长虹。一世啊，做顺顺，一世啊，做好势，为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个人叫做形象，是啥物原因？所以我想讲是因为所有的物件，咱未受啊，咱哪捌做？所有的物件都对我比吹，所有的物件你要对你这个心比吹，拢会对你这个心比吹，因为拢总于你这个心，你的福报，你的罪业。拢从你条心，别人甲你之间关系拢有，你甲人计较，你甲人比较，你甲别人争夺好处，我想讲，咱们变真好，有有就是啥，对你内心世界比吹，所以咱就为啥讲，最大敌人对家己，最大失败对家己，最大成就对家己，所以咱叫做。利益利弊，叫做越见越小，所以咱践行咱自己的定义。咱自己的定义就是这，咱自己的定义就是这。有袂骄傲、嫉妒，这叫含情绪，这是骄傲，这是咱自己的定义。
心世界爱行啊，不断吼一时无小心袂使吼，无小心袂使吼，业是成就你迄个空间入来哦，成就你个无形入来哦，迄个业是成就个无形入来哦。我讲这个故事，这就是。过去，咱前辈上来讲，是伊来到云东，有一个一个父亲啊，这个父亲啊，伊过去也未修的时阵，伊去讲是一个无法路，咱无法路内底我讲一只高片，在咧无只高路无只高片当中，伊去第五，伊请有钱啊，请可怜伊啊。来等我，来等伊将将20几。现在讲，因为以后，因为这个牌叫做了1000口，阿我1000口，然后我经过20几年，我晓得，嘛足深深的哦，嘛是足深深哦。有一日当中哦，我太太食，啊食饭当中肯定口干啊，人讲话拢会口干哦，迄个口干去后。你叫我想，伊就无机会嘛，我无机会入嘛，就着一个起就入来。你哪里想到学校？到学校，我差别啊，你讲这安尼尔，你就在咧丢，你就在咧个，食这了，你能当给，给方是给方，那你唔给啦，唔给。伊个动作是因为伊咧丢咧条路，我在咧想，我无进来，我在咧想法，好，他无去上班，你睇来就知好原因啦。一世界去问着，到尾去问着哪？单讲无命，去问单讲无命，单讲无命甲讲，小事敢担恁这个模式。伊这是伏魔大帝，伊是伏官大帝，安尼听啦吼。我冤仇是讨业，伊冤报我就是讨报仇。伏魔就是讲你今日无代志。像今日这个路盘，啊，今日你会当做你咧打糟蹋，我无你哪有咧打糟蹋？但是你欠人钱啊，甲伊讨钱，迄你有相对的有相对的问题，迄毋是咱要来说，所以伊是服务代理，伊毋是服务代理，小事敢办这个代志，我办这个代志做下袂好，啊，大家也去上班，啊，你有日本你就有一个太太去救伊的钱。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伊的建议，算了，就是一头你啊，你我头发就是一头，我因迄个面写哦，迄面写啊面写实际是名啊，哦，到是中心按名，啊你中心啊，因为伊怎伊，这个大厅怎做？安尼，迄就亲啊，问题，啊就亲啊，关系到亲，来，我有查甫的欠过你个，你听着就是拜托。太太不管，如果我这红晒人好，我这红晒人好啦吼，因为伊对好，伊就了这个专心办事，做，把伊这工作规划好，过去在务员所做业，把因翁的条件全方面变得社会过去啊这关系点，因这点是，而且帮助你。拜到桥了，迄个解的声音不是，迄是电机以上的声音，伊中心啊吼，中心，不能好，一点，给迄个哪水哦，你水是要加把泡面吼，但泡面可能是去泡下屎，咱个了，伊那冇清醒。咱真正个公司官在讲，有够可怕，我有够做者恶帮啊！伊讲你毋是恶帮，不人去啦。伊啊对别人做恶帮，伊讲我做者恶帮可怕。所以欠人用，这是领导的实际，这讲这规定的讲啊，诈骗的，我相信从电话来这个消息，啊这个看哪？迄个业是成立的嘛？当你学的时阵，迄个我同意啦。
当你开始咧衰我的身体，所以作善是啊，做福日子为是啊，所以咱要尽量和平福，讲善的，做善事，啊，有尊有信，规范。咱过去在无名所做作业，那安尼大家洗直直咧直接把伊甲介绍，迄若是真正实地忏悔，安尼听有无？哦，感谢咱时间。